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專登整咗呢條片，幫冇出國過嘅香港朋友解圍。好多人以為冇旅遊記錄就100%被拒，其實唔係。我哋有成功個案，靠家人共同面試就順過。今日1分鐘速遞重點，首先講個痛點，冇出國過，拒簽率確實高達90%，因為領事會擔心你去咗就唔返。但破解方法好簡單，一家人一齊去面試，只要能證明家庭關係穩定，同香港有強烈羈絆，領事疑慮即刻消除。呢個係我哋實戰過最有效的方法。再教大家3個易批簽核心條件，記住就穩陣。1. 經常外遊，有其他國家簽證、旅遊記錄，證明你係正常旅客。2. 長期穩定工作，同一份工作做超過5年，代表生活穩定，無滯留意圖。3. 已婚人士，家庭責任感強，更讓領事放心你會返香港生活。申請流程都幫大家整理好，先填 DS-160 表格，資料絕對要真實，再繳費預約中環領事館面試。面試時誠懇答問題，講清出行目的同返港計劃，配合以上條件，成功率大升。覺得實用記得 like 加 subscribe， 後續再分享更多簽證實用貼士。去美國旅行唔使再驚。